海巡署金马坪分署勤务指挥中心进前的主任曾宗辉呢，涉嫌长期以来，甲这海巡勤务表顶重要的公务机密泄露予中国的海警单位，搁再受人诬陷暗砍两岸非法业者伫遐走私掠鱼掠过界，在今仔日检方依照国安法贪污等罪嫌来甲起诉。 两岸关系紧张，中国海警船一直侵扰咱金门海峡，海巡署人员是强力来执法，维护国家安全。不过，前海巡署金马坪分署的勤务指挥中心主任曾宗辉，却是涉嫌长期将重要公务机密泄露予中国的海警单位，也收集包庇走私。25号检方依照国安法贪污，也告诉犯罪罪嫌来起诉，并且不受犯罪所定。 擅自泄露、交付公务上因秘密之事项与大陆地区所属之海警、渔政机关，建请对庄姓被告判处有期徒刑9年6月，并科新台币600万元罚金。检方调查曾嫌500向非法业者收钱，金额有上8万块，至少500架海巡的勤务表这机密交付予中方，也把3摆泄露告知，影响边境的关系。检方也发现，伊捌收钱包庇违法业者伫离岛放养。 也收钱来协助业者挖界养殖，也是走私。另外，也捌泄露诈欺的案件，也个告知予中国方面。在发生当时，我们就立即一次记2大过，追究他的行政责任，予以免职。我们会加强我们内部教育训练。台湾的周遭海域，包含外离岛、金门、马祖一举一动，就是他们的海巡的动态，都会汇整到勤务指挥中心去。更麻烦的就是说，假设这个勤指中心的主任泄密的话，日常的海巡署的一些正常作息或怎么应对方式呢，其实都被中国所掌握的。关署专家分析，海巡单位的群治中心掌握台湾海峡的任何一点变化，若是重要证据拢予中方来掌握，对着国家安全是非常不利的。海巡应该调整勤务作为，也个应变的方式，才有法度对抗普什地带作战不断的侵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